母親節就快到啦，作為爸爸嘅我哋，除咗要親自向太太表達感謝之外，更加要教導仔女點樣去珍惜同埋愛護呢位日日為家庭付出嘅太太。特別係啱啱做咗媽咪嘅新手媽媽，好多母親都話第一年係最辛苦嘅，剛剛先至將懷胎10月嘅辛勞放低，轉眼就要面對日以繼夜照顧初生 BB 嘅挑戰。餵母乳嘅媽咪好多時一晚起身3、4次，幾乎冇真正咁瞓過一覺，乳頭痛、身體攰、精神緊張，日日都係超負荷嘅運作。有啲媽媽就算選擇用奶樽，都唔代表佢哋輕鬆，因為照顧 BB 其實從來都冇得休息同埋放假。初為人母，唔單止身體辛苦，身心更加累透。好多媽媽都會不停咁望住 BB 瞓覺，有少少聲音就即刻彈起，怕 BB 嘔奶唔夠暖，踢咗張被，日頭掛住照顧，夜晚都唔肯放心。佢哋可能會因為對自己產後嘅身形冇信心，擔心湊 BB 湊得唔夠好，長輩嘅壓力亦都好多等等。有時甚至會懷疑自己係咪一個有能力做好媽媽嘅角色。呢一種壓力唔容易，但日日累積喺個心入邊，相信唔少母親都會喺第一年哭過、喊過嘅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所以如果你就嚟做爸爸，唔好只係做一個旁觀者，其實我哋可以做好多嘅嘢。只要肯主動行一步，已經可以俾到太太一份實在嘅安全感。幫手沖下奶、換片、抱 BB 瞓覺，搵啲時間出嚟煮下飯、收下衫，唔使等人講出口，見到就去做。仲有，就算太太話冇嘢，唔緊要，我哋都要識得察言觀色，主動攬下佢，問下佢係咪好攰。呢啲先至係真正嘅愛。講到教仔女點樣去愛媽咪，唔係淨係買份禮物咁簡單。平日要透過日常生活去教，例如係多啲叫仔女留意下媽媽點樣令到屋企咁整齊，媽媽喺間屋度付出咗幾多。如果我哋做媽媽呢個角色，又會唔會好攰呢？等佢慢慢能夠理解，然後一齊做啲簡單嘅行動做回應，例如畫一張卡仔，或者整份早餐，幫手收好玩具、摺好衫。仲有，千祈唔好覺得同太太表達愛好肉麻，爸爸一定要勇敢去講出口。媽咪，我哋好愛你。可能仔女初初會笑，覺得好誇張，但係其實媽咪聽到一定會好開心嘅。最後，母親節唔係淨係送禮物，係要用行動同心意。例如去同太太講句多謝你嘅付出，明白咗你咁多年為咗頭家做咗好多嘅嘢。千祈唔好等到太太唔開心、心灰意冷嘅時候，先識講剛才嘅說話。教仔女孝順唔係講道理，而係靠爸爸每日點樣去愛媽咪，做好榜樣。其實愛係一場長跑，唔係一年一度先跑5步，而係每一日默默咁陪住佢哋行落去，咁樣先可以養出一個心中有愛、有感恩嘅下一代。祝全世界嘅母親節快樂！